谢谢念，嘉宾师轮流做着补助，以福建来完成指点的拗口令甲题目。随之脑筋若是新手无甲活动，就小心头壳开花啦。嘉宾会分为3组进行挑战，第一组郑鸿山、郑敬婷，第二组邱文博、蔡子贤，第3组霍元甲武术团。3、2、1 ，Go！ 叫来，叫。大唔不来，小唔来，小唔不来，哈咪来。来了，黑米来了，西湖来，西湖来了，大湖来。大河不来，小水河来。会使，叫来。黑米来了，水来，大鱼来。好，会使，来，进去。黑米来了，水湖来，西湖来，大湖来。来，老虎豹，上来，加多了。第二句，西湖唔来，黑米来了，西湖来。来，张师傅。水来了，大河来。多一句，大河都不来，小水来。大河不来，水来，不来，大鱼来。来，静婷。黑米来了，水来，大湖不来，西湖来，黑米来，大湖棒。加多了。第三句，第3句。黑米来了，西湖来了，大湖来。大河不来，水来就水不来，黑米来。好大个！黑米来了，水来了，大鱼来。来啊！你来了啦！问你讲，无你若讲看到运动员啊，就啲 exercise 啊，你看到啲排汗的迄个情况啊，啲排泄下水的这个情况是虾米物件？3、2、1，来。喂，哎呀，第一错的啊，发多条哦，来。看到人没有拉链。哦，来咁，跌倒。跌倒，嘅啦，拔刀，無情雞球，會使，來，叉溜，可啦，OK，可啦，來，跑步情況誒，係咪啊？跑步情況誒啊，跑步情況誒，情天花啦，哎呦，手夾掉。食薄餅啊！吹就薄餅，食薄餅啊！食波餅，食薄餅啊！得條西啊！得條西，來師傅，未記錯啊！停一個啊！係講佢了，你講了啊！係講啊，講時先，師傅夠啦，快點走啦！